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Young Living 嘅 Product Trainer Eric。相信好多人都聽過我哋嘅王牌產品寧夏紅，有人會叫佢做杞子汁，但係咪淨係杞子汁咁簡單呢？坊間都有好多唔同嘅枸杞汁選擇，效果係咪都一樣？點解要揀我哋 Young Living 嘅寧夏紅呢？今日就同大家講下佢嘅特別之處、成分來源同埋製作工藝。俗語有話：世界枸杞在中國，中國枸杞在寧夏。寧夏呢個地方小雨乾燥，日照時間長，係非常適合枸杞生長嘅環境。而 Young Living 嘅寧夏紅正正就係採用嚟自寧夏嘅優質枸杞。根據《本草綱目》嘅記載，枸杞嘅所有部位，包括果皮、果肉同埋果子，都含有豐富嘅營養。如果淨係攞嚟榨汁，就會浪費咗佢部分嘅營養。所以 Young Living 就將原粒新鮮嘅寧夏枸杞，利用專利高壓破壁技術，將果皮、果子同埋果肉破壁，細化製作成為果蓉，然後再進行低溫殺菌。高溫殺菌大家就聽得多啦。咩叫做低溫殺菌呢？原來太高嘅溫度係會破壞枸杞嘅營養價值㗎。所以 Young Living 嘅專利技術就係將殺菌嘅溫度控制喺85度左右。咁樣就可以保留枸杞嘅最大營養價值，而經過破壁同低溫處理之後嘅枸杞，可以令人體嘅吸收率高達90%。當然，我哋嘅寧夏紅唔係淨係得枸杞咁簡單啦，入面仲加入咗多種超級水果同埋精油，令佢嘅營養更全面豐富。相信大家今日都知多咗寧夏紅嘅獨特之處，記得分享呢條片俾身邊嘅朋友。而喺每一集結束之前，都會同大家玩個有獎問答遊戲。今集嘅問題就係：請問枸杞嘅營養價值嚟自佢邊個部位呢？歡迎喺 Facebook 影片下低留言，答啱嘅朋友就有機會獲得甜橙精油調味料1支。最後記得 follow 我哋 Young Living 專頁，準時收睇下一集啦！